啊，左后肩膀痛，我又看到地面上一根竹啊，一根竹啊，未来地球啊被拉向那个宇宙中心的时候，作用点就在那根竹上面，有可能拉着这根竹走，也可能以这根竹为中心在旋转啊，反正先准备好了啊，先准备好了啊，肯定用得上的啊，先把它施工完了再说啊，先把这根竹搞好了啊，所以呢，这根竹啊，前面有讲过的，飞的时候有可能撞到这根竹上面，大家都没事啊，只是碰一下而已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啊，再见，